就承傳呢個魯班所嘅工匠智慧，弘揚我哋嘅中華文化。有請九龍城區議員左會紅 MH， 交俾你可以。咁呢個活動咧，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嘅。呢係我哋中國咧傳統嘅一個好工匠嘅技藝啦，亦都係一個中華民族嘅重要嘅文化。喺呢度咧，我哋都特別多謝左大俠啦、李主席啦、同埋我哋多位嘅嘉賓、義工，仲有在座每位嘅街坊。因為大家嘅參與咧，令到我哋社區有一個好精彩嘅活動，令到我哋社區咧更加有關愛，令到我哋中華文化一齊共同推廣出去。除咗九龍城區咧有左會紅議員喺度助陣之外咧，咁其實咧油尖旺區咧都有我哋香港關愛社群協會喎。咁李義環主席咧，其實一直咧服務好多咧基層家庭嘅小朋友，咁佢亦都咧免費幫佢哋做啲功課輔導，非常之有愛心嘅人。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遊戲嘅代表，亦係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。承傳咗我哋深奧嘅中華文化傳統益智遊戲嘅代表為此，我哋舉辦呢一個活動，希望藉此呢個機會，讓更多嘅朋友認識我哋魯班所嘅文化，一齊努力啦！多謝大家啊！我哋嘅積極傳愛行動啊，有請胡景林先生。咁我哋呢個活動喺唔同地區都有搞啦，其實我哋呢個關注度慢慢提升咗，而家連電視台都已經有採訪我哋呢個魯班所活動。真星社嘅謝家慧主席啊 ，Harry，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聯絡呢一度嘅乜嘢左會紅議員啦，好期待大家唔單止喺呢個場地我哋見面，喺內地我哋都再一次見面，好多謝大家嘅。有請我哋點一點 channel 嘅代表，今次嘅活動大使左大俠啊！亦都咧，左議員好希望我哋都有多啲唔同嘅活動可以帶到嚟愛民宣王，你哋話好唔好啊？係啊，希望咧我哋呢一種嘅智慧可以咧寫入咧呢個世界嘅史冊入邊，你哋話好唔好啊？好，我哋今晚係咁多。繁星流浪和你同路，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。默默以真知愛人，人生如夢，朋友如寶，難得知心，幾經風暴，為着我不去半步。